好，请早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昨昏对以色列的国会发表誓信演说，几若摆甲俄罗斯入侵的行动比作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呼吁以色列爱加强制裁俄罗斯，帮助乌克兰防卫。这场战事进入第4个礼拜啊，毋但无法度停战，无法度收煞，俄罗斯颠倒阁加强攻击。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和俄军一直攻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连环全毁，真侪民体被轰炸了后导火呛烟。俄罗斯国防部20讲，已经推翻乌克兰的顿巴斯营，而且摧毁真侪乌克兰的军事设施。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завершают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атальона «Донбасс». В течение дня продвинулись на 12 километров, вышли на рубеж Никольска и в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и Доне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локировали с 3 сторон населенный пункт Сладко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до 60 боевиков, 2 танка, 3 БМП, 6 орудий полев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и минометов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俄战争已经第4礼拜，俄军的攻击拢无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延长戒严令30天，并且限制11个亲俄政党的活动。泽连斯基20日也用视讯对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伊希望以色列改变中立的态度，加强制裁俄国，并且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泽连斯基也讲，俄国入侵就敢若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Москва так і говорить: без війни проти нас вони не змогли б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остаточне рішення, нібито для своєї безпеки, так само, як це говорили 80 років тому. 根据华府帝国的报告讲，虽然俄军希望将乌克兰首都基辅摕来初期行动失败，不过俄军依然一直轰炸，基辅西北边一栋10层楼的主体被炸毁，好在无人死亡。От поряд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дитячий садок, а отут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великий кратер, будинок зруйнований, вікна вибиті повністю, автівки згоріли. Слава Богу, загиблих нема, декілька людей зараз госпіталізовані, їм надається. 和俄军包围的港口城市马里坡，无水、无电、无通食，已经超过20几天。建筑物被炮击，规座城市敢若是拍荒地。民众伫咧也未全毁的建筑物，也个漂蓝所来来回回伫咧味，希望会让伫咧战争中活落去。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继续关心咱国内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21个确定病例，包括3个本土病例加118个带病入境案例。其中有2个本土病例是甲家己食喜酒的群聚案有关系。确定病例内底有一个姓赖校长，伊有甲接触者，又甲确诊者接触过，封口的采检，未等采检的结果出来，伊就去走摊，即马会罚款15000块。最近，国内境外移入确诊个案增加，指挥中心宣布20个增加118例，创今年境外第2关，其中以越南38例上济，这也互外界烦恼，感谢影响到检疫期个缩短。118例境外入，那境外入中有64例是航班落地采检阳性。东亚的状况严重，不代表防疫的天数其实需要缩短，因为其实欧米孔它这个病毒它的特性，它的那个潜伏期其实是时间是短的 ，miss 掉或者筛检出来，它那个比例其实大概就会比较低一点。另外，国内也增加3例本土个案，其中2例拢甲家己喜酒群聚相关。2013例是1916例的家后，伊无参加喜酒，有做过3期莫德纳疫苗有确诊。住伫台北市的2039是到家己参加喜酒了后，19然后疼，家己快筛阳性，就医采检确诊，CT值就16.1。台南盐水社区案增加1例2038例，伊是11公布的确诊老阿某，21262、21263例的查某囝提出隔离期间采检阳性。按21792的喜宴宾客接触者共采检209人，其中5人阳性，196人阴性。那8人检验当中，3例本土病例有，其中就是这1例是居隔期间阴转阳。第7摆家己喜酒群聚案中，其中1位是秀林国小的校长，伊封口的采检了后，无等结果出来，就赶快走摊参加活动。卫生局也决定开罚。采检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参与一些公共的一个活动，那这样子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36条，那我们也采最高的一个罚款15000元。目前这个群聚案，嘉义县市卫生局也已经完成1541人采检，全部是阴性。
各大体检站也继续运作中。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锋面瓦近水汽会豆豆变济，中部以北、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开始天气会转做较无稳定，因为锋面瓦近啊。宜兰花莲、台东有局部阵雨，中部以北有湿啊雨，南部的山区过昼了后有阵雨。今仔日是透偏南风，日时的时较温暖舒适，高温有21度至32度。明仔载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会增强，会落雨，温度嘛下降。伫北部明仔载低温敢若剩无16度，高温嘛剩21度。拜三的时雨水会搁较高，中部以北有的所在雨会较粗。拜四雨水再较减，淹过北部、东部同款较凉。拜五东北季风减弱，才会变好天。淹过真紧，拜六的时搁有另外一波锋面的瓦紧，又搁会落雨，嘛会转凉。来关心有一个菲律宾的脚踏车选手，昨昏骑脚踏车要去新北市八里参加自行车的比赛，伫西滨公路互一个食酒赛车的人弄死，食酒赛车害死人。警方嘛警告讲，对这个月底3月30日开始，会实施新制度，只要10年内有2届违规，就会公布相片甲公布名。若坐共这车的乘客，嘛爱加重处罚。车头前个车身甲玻璃明显有弄到混裂。20透早4点外，一个菲律宾籍查甫人甲3朋友骑脚踏车要去新北市的八里参加双主场轮霸西滨自行车赛，结果伫经过西滨公路时，互一台银色轿车去弄到。一名单车骑士因参加双主场轮霸西滨自行车赛，于前往集合地点八里区廖天地庙前，遭自小客追撞，经送医后伤重不治。肇事的自小客车驾驶汽车逃逸。造成事故这时间的车主车放了紧走，经过警方调查，早起到案来说明，酒测达超过0.05，以涉嫌公共危险肇事逃走，驾驶致死者罪嫌来移送。另外，相关是啉酒开车，伫高雄高山区19透早是有一个查甫人骑车，一直害来害去，互警方抓来。开始有带驾证件吗？我带。这个查甫人无照证件，也打电话要找人来斗协助，也毋过一直无人来，最后将愿意接受酒测，也毋过这个过程并无真顺利。你莫用等下啦，你莫先分了再下来。酒测时啊，拖拖刷刷，最后意外显示有超标。这市场的查甫人事后承认有啉1点仔酒，毋过感觉无啉烧酒醉，所以讲冒险来骑车。也过调查了，发现早在103年就已经有啉酒开车的记录了。男子多次敷衍吹气导致吹气均未成功。警方最后机警用手动模式，酒测值达1.05，严重超标。啉酒开车情形真多，根据统计，全台在2012到2021年中间，酒醉开车的累犯超过19万人，此地件数更加将近102万件。不过警方也提醒，立法院已经3读通过，要加重酒醉开车的刑罚。新制度会在3月31日来实施，到时阵即要10年内酒醉开车2摆，就使公布这个姓名甲相片。若是有介坐公车的人想法也防法，希望会阻止酒醉开车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中国的军机继续侵入咱台湾，赶紧东引。咱空军地面的雷达防空的能力敢不够，这嘛引起讨论。空军是表示，空军的雷达性能提升案虽望有完成着，也毋过目前已经排除困难啊。按算今年6月份的时就会当签约。来看《自由时报》。俄罗斯去拍乌克兰这场战事嘛，引起咱国内咧讨论讲，即阵咱做兵敢若做4个月尔，敢有战力敢不够？根据自由时报的调查，大部分的人是较检讨讲训练期伤短，无战力，支持爱延长。也毋过嘛有人是认为讲训练18较赢时间久长。另外嘛有人是建议讲应该增加资讯战的能力，啊，个互女性去做兵，互兵种多元较要紧。来看中国时报。已经11年啊，中央银行顶礼拜是宣布调悬利息一码，来调悬0.25%。台湾银行对今日开始要全面用新的利息来算钱，邮局讲上紧明仔嘛会对咧做，包括教育部的就学贷款、劳工的纾困贷款、公告人员买厝的贷款，也有财政部青年安心买厝贷款，也有内政部营建署买厝车局修理的贷款，这5大贷款利息拢会调悬。
利息要起，物价嘛继续在起。有一间真有名的首饰地店连锁的50人，这个月初的时阵已经宣布讲，北部的饮料凉水已经大升起价啊！若对今仔日开始，中部这饮料价格嘛拢会起5块至10块。天气是愈来愈热，饮料店的店员大家拢真无闲。也过有名的连锁地饮50人宣布，离开始因中部饮料的介绍就要起价咯。好，那饮料这边小心啦哦。店面即阵已经打出广告啊，加明的店头讲，调整的幅度伫5块到10块，像是大杯的基本款的茶类，至少要35块起跳。这是这个月初一对着北部起价了后的第二波起价，为少爱啉这个饮料民众也感觉负担变较大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吸收成本很久了吧，所以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应该是会涨价。旧关物齐涨，只是薪水没有涨，所以喜欢喝的你还是会来买啊。受到原物料大起影响，为少小食大做生意压力也愈来愈大。不过是不是应该把压力转到消费者身上，业者有无同的考虑？像有就很明显啊，原本从600多，现在涨到已经800多了。如果说原物料整个上涨了，但我们没有涨的话，其实老实说，像我们这边租金也不是不低啦啊，真的会很难撑下去。要起甲唔起拢两难，也过通货膨胀压力影响国内物价，国际上都加上基本工资的提升，对着部分业者来讲造成沉重的负担。另外，国内团线业者也讲，政府要求学校使用国产的食材，也过奖励金也是无对着物价波动。这个案子如果不出来的话，到时候又换约了，业者又要再苦撑1年。现在物价的通膨，其实业者真的受不了。但民生表示，希望3张1Q的奖励金会使根据物价做随时的调整，建议配套做法来减少经营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0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12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21905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3万例，日本超过610万例，韩国是超过93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即阵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000万例，法国是超过2400万例。来关心俄罗斯拍乌克兰嘛，头改动用新的武器。因的国防部有公布一段影片，讲因发射一种比音速搁较紧10倍的飞弹，去拍到一个军火库。美国嘛证实讲，这款飞弹是头改用伫战争。罗西亚国防部19表示，一个名号做匕首极音速弹道飞弹，10月摧毁乌克兰西部瓦罗马尼亚边境伊凡法兰科夫地区一个大型的地下军火库。而且，佫公开飞弹拍到目标的时阵的画面，展现因战力的优势。罗西亚总统普丁伫2018年的国情咨文捌讲，匕首极音速飞弹会当用音速10倍的速度来飞行，无咧惊所有的防空系统，会当讲是完美的武器。乌克兰甲美国官员证实，罗西亚确实有使用极音速飞弹，这嘛是目前的记录当中极音速飞弹头一摆用伫实际战争。罗西亚军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攻击是暂时冻点，不过南部的马里坡、尼古拉耶夫、甲赫尔松等等的城市，还佫有东部的伊久姆继续发生严重的战事。也若东南方的港市马里坡围城无解，乌克兰国防部讲，占领者摕到优势，乌克兰这边是暂时无法度出入阿索海战略要地。罗西亚讲，马里坡已经有8成的人家厝受到损害。昨日受到炮击的局面，可能还佫有1000人掉伫土骹底临时防空洞，救援是真困难。当地估计有35000人逃亡。咱若北边的城市扎波罗热已经加做部分难民避难的重要半电站。军方伫当地实施38点钟的宵禁。一个马里坡的警察直接向美国甲法国的总统要求提供救命的现代防空系统。Байден, Макрон, вы великие лидеры. Будьте ими до конца. Спасайте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людей. Гибнут дети, гибнут старики. Уничтожается город. Он стирается с лица земли. Или вы хотите еще один Алеппо? Вы е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получили. 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入第4礼拜，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到3月18为止，已经至少造成847个百姓不幸死亡，1399个人受伤。
超过330万的难民已经为西部的边境离开乌克兰，还佫有差不多200万人伫国内有路无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佫一再呼吁罗西亚，都要赶紧进行有意义而且公平的和谈。若无罗西亚的损失，是要用几个世代才有法度恢复的。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伫乌克兰招目生囝是合法的，代理孕母的产业嘛真兴。战争爆发了后，未少招目生囝生落来翁仔啊，因为战争的关系，委托的爸母即嘛是无法度来甲囡仔带转去。啊，若几乎当地儿童病院嘛受到炮火攻击，敢若即嘛会当秘伫防空壕照顾破病囡仔。乌克兰首都基辅面临保卫战，妇女囡仔拢走离伤病战火，当地儿童病院存乎战火所伤的急诊甲病弱的病童，伫地下防空壕勉强接受治疗，药品物资拢真欠。Я скажу, что сейчас,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а Украин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Постоянно идут авианалеты, постоянно бомбежки, и дети вынуждены находиться в бомбоубежищах. В бомбоубежищах нет условий для лечения детей с онкологией. 基辅也有一阵新生儿当咧等待甲爸母团圆，这是代理孕母中心。20外的婴仔的爸母，多数是欧洲、拉美甚至中国客户。也毋过伫战火威胁，无法度随来将囡仔带走，专靠护理人员照顾。开战以来，由饮食刷到地下室，也是听会到炮火声。真侪医护烦恼通勤危险。开战以来，都踮伫遮任的工作，连困拢未安稳。Знаходимося тут уже майже місяць. Ми знаходимося тут, на цьому місці, 24 години. Ми виходимо на свіже повітря тільки на декілька хвилин, щоб подихати. 护理师也是乘客，也是母亲，两个后生当咧互相对抗俄军。其他工作人员厝内也有囡仔，每一个人拢毋望战争赶紧结束，互带因的妈妈安心生产，互囡仔的外国爸母会当平安顺利入境。解除开战花1个月来烦恼会惊的艰苦。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关心南韩的新总统尹锡悦，昨昏是宣布，伊上任了后，要甲总统府搬去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来实现伊的选举政见，甲青瓦台喊互民众。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会引起争议，是因为这搬厝的费用就要开496亿韩元，而且阁有人在会咧认为讲，伊要搬厝是因为青瓦台风水歹。南韩总统当选人尹锡悦20宣布，未来要将总统府为今卖青瓦台搬到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佢表示，5月7日伊就职了后，青瓦台就会全面对民众开放，改变韩国总统数十年的传统。 또 청와대를 온전히 국민께 개방하여 돌려드리는 측면을 고려하면 용산 국방부 청사 이전 결정을 신속히 내리고 추진하는 것이 옳다고 판단됩니다. 不过，搬山到国防部新地址，除了当地民众烦恼会产生交通问题，学者分析，国安方面也有疑虑。以前青瓦台后面是北汉山，后面是没有人住的，是一个绝对安全的空地，而且它后面其实是好几个军部队在做后面的防御，来防止北韩的那个间谍侵入。他迁到韩美联合司令部斜对面的话。 对他来讲的话，可能是被认作当作是他之前选举公约所讲的，就是扩大韩美军事联盟。不过青瓦台其实一直拢有风声讲风水无好，日前总统不是经过政变就是离职，大部分无人会当专心退位。 대통령들은 하나같이 다 말로가 이렇게 좀 불행했고 했죠. 그래서 참 저는 이 터의 직접적인 그런 문제 때문이라고. 저는 이렇게 생각을 하는 거죠. 这项搬山计划开销真大，根据估计，国防部大楼内部征收开225亿韩币，加上其他搬山征收的费用，合计拢总496亿韩币，也引来朝野两党人士质疑。尹锡悦就职了后，优先处理的应该是防疫甲经济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镜头来日本来关心日本3月大地震了后，福岛发生核灾，敢若是11年啊。福岛核一厂的废炉的作业是日头拖延。东京电力公司原本是按算讲伫今年底要启动废炉的作业，也毋过即马机组内底辐射量还阁真悬，目前嘛也无法度挖紧，恐惊会阁日头拖落去。 日本3.1的地震造成核灾，已经满11栋，废除福岛核一厂的工程进度，因为阻碍真多，时间拖真长。福岛核一厂发生炉心氧气的机组，分别是1号机到3号机，
总共有880吨嘅燃料碎片，一个留伫咧路心内面，是1979年三里岛核灾程度量嘅10倍，也是废除核电厂工程上困难嘅一部分。因为反应炉嘅路心氧气了，碎片加燃料棒、控制棒一个其他设备，拢沉伫咧炉嘅上下底。有一寡一个探过路心，或者是甲空谷里用做伙，真歹清。东京电力公司伫今年1月就开始试验，用22公尺长的机器手远端操作，将一寡碎片提出来。今年の場合によったらこの1年間のですね、我々のデブリに対するトライっていうのがチャレンジっていうのが今後の将来におけるデブリ取り出しに向けての非常に大きな第一歩。私はある意味スタートラインを100メートルの100メートル走に例えればそのスタートラインに立って。东电按算今年年底开始甲离合机组氧气的反应炉路心的碎片提出来，不过因为燃料碎片伤多，所以伫咧年底进前会当提出来碎片的量只敢若几公克啊尔。この中が原子炉圧力空気の真下の部分になります。なるほど。で、今のフロアからはこの1箇所しか空いてませんので、2号機のアームロボットもこの場所を通ってこう腕を伸ばすという場所になります。除了摕路心的碎片，因为辐射悬、作业慢以外，另外放伫咧次化内面放核材料的建筑物砖仔涂，加辐射废弃物的5300个货柜，其中600个因为日头怕污染，已經新鮮後期。10年以上経ってますので、腐食しているコンテナも出てきているという状況。腐食防ぐのもなかなか気使いますね、これ。はい、もう定期的に提供していく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因为货柜开始新鲜后期破空，去年3月一个发生有敢若零件的一地物件流出来，要确定是辐射量正悬的废弃物。这个废弃物要用倒一种方式储存，要放伫咧倒位也唔知，所以要甲规个核电厂废除，唔知爱拖到当时。30-40年って言わ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このやっぱり HF の廃炉の最終形みたいなものというのは今の時点ではなかなか見通せ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例えば廃棄物の問題をきちんとする、デブリの問題をきちんと考える、そういうことが済んでからやっとHF の廃炉の最終形みたいなのが見えてくるんだと思います。另外一个核废水的问题，虽然东电已经计划伫2023年春季将核废水泡沫了放喺大海，不过附近的国家甲部分的福岛居民意愿反对。福岛的渔民讲，因努力了几多年，才互大家对伫咧福岛灾区掠鱼的看法改变。即马国家核废水放喺大海去，是对因再一遍的伤害。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向请咱做回来看世界。俄罗斯拍乌克兰战争进入第4个礼拜，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乌克兰已经有900多个老百姓死亡，上千万人离开家园。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确定伫这礼拜伊要去欧洲访问，外界就咧关心讲伊敢会去乌克兰。白宫是回应讲，并无安排这个行程。来关心香港的疫情是真热烈，已经有100万人去围着啊。胃病死亡的人内底有87%的死者拢是住中国科兴预防车，所以即马就有专家是建议讲，若是要住预防车，住 BNT 较妥当。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台北市文山区一栋公寓拜6的时，外口墙才熊熊放起，规栋大楼70多户徛家拢有受影响。台北市的警管处是表示讲，这栋公寓并不是台北市立管的海沙厝，为怎样会放起，爱搁调查。住户无形将物件搬出来，台北市文山区在新社区一栋公寓大楼19下昼，顶楼 A 墙发生倒去意外，大量灰啊、暗木头落伫土骹。位伫1楼的一台车风讲甲密密麻麻，好佳在无造成人员伤亡，保证规栋楼70多人先安置伫别所在。爱等监管处确认大楼结构安全，才会当转去。住户透早先来提重要物件。乌克兰打仗，我们这里外面也这样。第一个阳台坏了嘛。我这些都坏了嘛？你看，我这个那个栏杆都掉了，都坏了，这个花很多钱呢。我在这边一辈子住在这里那么多年了，我要到新的环境，当然是不适应啊。内底是无啦，无。是可能结构都有问题啊。这栋公寓厝龄活35年，住户不满进前厝都有一寡不良甲漏水问题。到底一摆为安全会突然倒去，土木技师甲建筑师工会也联合派员入去勘查，发现有这个钢筋锈蚀严重，
我们这个各层楼，我们都有发现，梁或者是这个阳台板都有一些横向裂缝，也就是说，这个有疑似这个海沙的一个现象啊。虽然这栋公寓并不是台北市立管的海沙屋，也不过结构技术工会经过我2点钟的评估，发现更金严重生生后期顶楼有环向必顺技术海沙屋的状况，也会做进一步的鉴定，有危险部分会拆除，社会局也会提供财损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蘆洲有一个3岁囡仔食物件时无细致去夹着，全无喘气，状况是真危险。救护车还未来进前，119的消防人员伫电话迄边教家长安怎急救，成功救回囡仔，真佳哉。救护车开真紧，要抢时间救人。蘆洲一个3岁囡仔食物件时阵夹掉咧，带底人真着急，赶紧报案。接到电话119特勤人员评估状况真危急，要求囡仔老母赶紧做心肺复苏术来急救。电话中119特勤人员叫老母先把手放伫囡仔胸坎正中央，直直一直饲落去，并且甲伊讲正确饲的速度，也提醒因为患者是囡仔的关系，叫伊尽量饲较紧的，也一直饲到救护车到位。大约5分钟，这个囡仔就把物件吐出来，开始知影人咯。他嘴巴里面还有没有东西？有东西。那你把他嘴巴有看得到的东西，先把它挖出来。有挖出来了。尾仔伫救护车到位的时阵，救护人员评估这个囡仔已经恢复生命正常，予伊救护处理了后，就把囡仔送往病院治疗。事发当时，规家人拢真着急，加在囡仔老母照电话指令，成功把囡仔救回来。主要就是意识、呼吸这样一步一步来评估，然后他有提到呼吸微弱之后，就不要迟疑，就先请家属就立刻先做急救的部分。消防局提醒民众报案时莫着急，详细讲清楚，会使予119人员掌握状况，经由线上及时指导，更有机会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来抢救性命。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是有一个查甫人甲朋友去家己的竹架爬山，那亲像是无食早顿，血糖上低，全熊熊昏去。家在送病院了后嘛平安无代志。专家是建议讲要去爬山，爱先食淡薄物件，除了嘛爱看家己的体力，而且佫爱找有经验的人做伙行，才袂发生危险。倒伫探家人已经昏迷，这名来自台中县业的查甫人，礼拜日早起甲朋友烧酒爬江溪县竹屉乡的阿北泉步道，行到离登山口500公尺所在，突然失去意识。疑似是低血糖昏迷，立即以人力接驳方式将他背负到登山口，以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消防队员坐单轨台车沿步道边的小路上山，将人带往山骹就医。另外，新竹县也有3友受伤。登山客一行6人前往天顿山攀爬，那其中一名女性登山客不慎滑落斜坡4公尺深。新竹县消防局表示，19早起，这名来自台北市的登山客6个人，爬天顿山的时阵，其中一名女山友伫下克路溪谷无细致摔着伤，好佳哉，人意识清醒，送医了后无大碍。中华健行登山会高雄分会也提醒爱山林活动的民众，千万伫爬山进前评估身体状况，也爱找熟悉环境的人同齐。看到网红拍得很漂亮，然后他就盲目就跟着去，结果问题来了，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好的领队、好的社团这样子，不要一个人或者是不是很熟悉山域的人去跟着他去爬，这样子很容易发生危险。协会提醒民众，唔通因为真侪山区水的相片，就随去爬山。出发进前做好功课，也爱记哩早高热量食物补充体力。若有糖尿病也是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建议唔通挑战海拔上悬的山林。记者综合报道。电风向上头，镜头来屏东。屏东县政府即马有推出150县道商站巴士，按算讲会当开到5月底。要带乡亲、要带游客去嘉宾园、可可园，也个往来山地，才会观光景点细细老老咧。目前嘛已经开放用电话申注文。屏东150县道是一条靠山边的公路，对高树甲邦寮，经过24个原住民部落，54个客家乡，为着推广在地观光。对3月到5月推出商站巴士，希望趁这阵疫情转好，吸引游客到地游览。因为都是在电视看到这种双层巴士，台湾比较少出现这一种。那能经过这里，我觉得是一定会有带动的噱头，而且会增加我们在当地的散客还有人流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路线，也充分让我们了解我们屏东的
的一个特性哦，很好的阳光、空气，还有水啊，还有很好的人情味。这台香山巴士要带游客行150管道，欣赏美丽的风景，嘛到各地景点佚佗，以水门转运站做基地，分南北2条路线，沿路有咖比和可可爱园区。也经过往来的重要山区。北线的部分哈，一天有3班；南线的部分一天有2班哈。3到5月我们都采优惠价哈，欢迎全国民众赶快上网预约。150管道香山巴士目前按算营运到5月，逐礼拜6礼拜一天南北线总共有5班车，营运期间计小拢有优待，欢迎大人囡仔规家伙到屏东在地游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传统的日本建筑，大部分拢是一层楼的悬尔，2层楼的是较罕见。也搁伫台东的成功有一栋2兆人悬的日本厝，进前因为风太关系算长去，经过2档月的整修，即马整修完成啊，嘛成做新的观光景点。台东县成功镇观光生态龙的故居，即马已经甲迄当阵的风台门修复好势，这礼拜6礼拜会正式开放参观。这栋日本式的建筑是1932年日本人指派下任的新港支厅厅长关公胜太郎来做新港镇长，等于是即卖的台东县成功镇的镇长。因为伊真介意成功镇这个所在，要甲伊当作故乡卖转去日本，所以就起这栋日本式2层楼的建筑。战后关公胜太郎过身，这栋厝去互一个医师买落来，改做是病院。后来，阁去互新港区教会买落来。不过，经过几啊届风台酸长，当地民众发起要保存这栋可能是东部地区唯一一个2层楼的日本式建筑。3年前，由文化部补助1800多万，也有台东县政府甲地方人士募款共同来修复，而且登录历史建筑由教会来维护。它在文化资产活化的这个部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因为它是一个专门单从民众力量出发完成的一个工作。人家认识到了成功的历史文化，然后他在我们这边如果有消费的话，我们也可以产生一些经费，然后可以再回去再去做老屋运营啊、维护啊这种费用。这栋建筑物即嘛是由新港教会来管理，免费参观。未来还佫会甲社区结合来举办艺文的展览，请做成功镇地方文化甲观光的公益场所。记者综合报道。春天看花，也毋过袂少平地樱花拢已经冷去落个差不多啊。即马若要看樱花，爱去山顶才有通看。啊，若伫屏东潮州的明池溪，有一排泰国樱花，即马长得大开。公所是按算讲会当开到4月底，要看花民众爱把握。溪岸边规排拢是水红色的花蕊，看起来就亲像电影场景同款。这是屏东潮州的明池溪。溪仔边种的是泰国的平地樱花花期木，目前正在大开。泰国樱花季又开始盛开花，我们整个花季的期程大概1个多月。潮州镇公所为了增加地方的景观，刺激观光，伫镇内明池溪边种泰国樱花，当年的3、4月拢会开甲真水。官府结合在地观光景点日式的文化园区，规划出一条完整的花季游览路线。泰国樱花季以外，我们潮州还有日式历史园区，还有我们的那个戏曲故事馆。目前我们在那个早期的社屋园区里面，县政府已经建构一个我们超好玩的一个游戏区。这款泰国樱花，甲常看到的日本樱花无啥同，一穗一穗开甲白白白，袂少民众会去那散步、那赏花。镇公所预告，今年的花季到4月底进前拢看得到。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台南西港的山野林推动社区营造，嘛推广传统结合创新的甘草工艺品。即马公所阁有安排替代役加入，那会当互因来学传统的工艺，希望会当创造更较侪社区的活力。将甘草变做树仔、卡棒等等，这是农村社会真时尚的传统工艺做法。台南西港的山野林，伫咧2016年设立甘草工坊，要来发展做地方的特色产品。即马也互社区营造替代役来做伙学习传统工法，制作各种新的产品。就是比较需要精神，就是要去认它的上下草，然后有时候会
整个编错。边边角角的时候，它会少了一些，它会少几枝草这样子，所以要再额外去做添加的部分。所以对那边蛮难的，就是有时候转来转去的时候不知道转去哪。区公所安排4位替代役深入西港各大社区，学习各种传统产业，和在地长辈伴烂交流。少年囡仔毋若真认真咧学习，成果嘛，互长辈毋愿认输，将一生的基价拢总摕出来等。透过西港区公所，然后所承办的那个替代役男的计划，然后让我们的替代役男能够学习传统的手编，为我们社区带来新的文创设计的。不尽然说只是在工程或是什么，你连手工这部分他们也都是很强的。对，就是做出来，说不定都比妈妈们还好看。替代役加入甘草工坊，若学习传统工艺，创造更较侪精彩的作品，嘛为社区长辈的生活加添趣味，互社区更加活泼。记者综合报道。文化要传承，毋但爱靠少年家，嘛爱靠大师。文化部认证布袋戏传统艺术保存者人间国宝陈锡宏大师，今年已经食到92岁啊！伊目前还搁咧教学生，搁咧看教。即摆伫屏东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师规世人的心血，带乡亲咱嘛做伙来看。一个人双手弄2身红仔，陈锡宏已经92岁啊，动作悠闲真有路，互遮的红仔拢活起来。伊是文化部头一个认证的布袋戏传统艺术保存者，又阁是重要文化资产保存技术的保存者。毋过看到布袋戏渐渐要无去，国宝级的师傅一直咧牵学生。即马大后搬戏的，毋但有伊的徒弟，嘛有徒弟后生。布袋的物件真歹学，我看角色看偌济，不但敢若声哦，连遐红仔的迄个行路共款哦，所以讲我咧请啊，拢甲人无共款，安怎无共呢？伊个红仔请出来，我是当做人，你袂使甲当做红啊。毋但搬戏，陈锡宏要修复台北五戏馆收藏的18身红仔，伊嘛会晓做红仔的衫甲帽仔，而且甲遮的传统工艺拢传予后辈。其实它非常的伤眼力，但是它做起来其实非常精致，然后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屏东戏曲故事馆对18开始展出陈锡宏的特点，毋但有国宝的手艺，嘛有无形文化的传承甲创新。陈锡宏上大的愿望，就是传统的布袋戏会当继续传落去。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屏东报道。嘉义市兴安国小的拍鼓社团，便也是黄花风铃木开会的时，老师甲学生就会行去播花，伫花景内底拍鼓来发表因的成果。10多年来，拢维持这个真特别的传统。透过镜头，带乡亲咱做伙来看因的演出。嘉义市军花桥边仔的布花，即阵啊黄花风铃木断开，天气好的时阵，除了有真侪民众会来遮散步翕相，附近兴安国小的鼓队嘛会来遮拍鼓。孩子们他透过从学校然后走到这边，其实这是他每天平常活动的地方，但是他能够把他的一些学习啊能够展现给大家，然后能够希望大家除了欣赏优美的风景之外，还能听到好听的音乐。兴安国小的拍鼓社团为2001年成立到今，不断推广鼓艺。只要播放黄花风铃木开花，都会为学校行来遮表演。10多年来，已经成做鼓队的传统。就是我们疫情期间很少出来表演，但是这一次出来表演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要好好珍惜。孩子在教室里面来打旗演奏，跟到自然的环境，然后跟着我们这个黄花风铃木的这样子的场景，那感受是更不一样的，感受是更美的。兴安国小讲，因鼓队的风格来自10个吉乐团，在传统当中，阁有创新的元素。学生也表示，逐当行路来遮演出，除了是成果发表，嘛希望会当延续校长甲学子传落来这项趣味阁特殊的传统。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
大部分的县市代理老师伫逐年的7、8月啊，因为休热无假册，就无薪水通领。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是认为讲，在代理老师因的薪水本来就较低啊，总讲阁亲像正式老师共款，要求因袂使去趁外劳啊，安尼影响因的生活。教育部应该解除这款不合理的限制。符合平等原则，符合平等原则。开放教师兼职，开放教师兼职。大社发口号，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指出，大部分县市的代理教师伫7、8月领无薪水，高中以下的老师阁袂使做兼职，对代理教师来讲，生活会受影响。伫咧云林县国小做代理教师的林小姐讲，为了要过生活，伊就需要另外接学校的课外课程。伊休热或是休大时阵，有学校有开一寡班，是特别照顾学习较歹的囡仔。迄是另外薪水，今嘛是无啥物拍算啊，你就想讲平常时啊趁的就罔欠。专考生指出，大学老师会使伫特定的条件之下，伫校外兼职。可是伊旧年嘛，甲解除公务人员兼职限制的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但是高中以下的老师若是要兼职，要是要得到校长的同意才会使。因认为应该先为代理教师开始开放。他们领的薪水永远都是校园里面的最低薪。最低薪起算，他们就算你教了10年、20年，你还是领学校的最低薪。希望他在非上班时间不影响本职的情况之下，能够符合时代潮流，追求这平等原则情况之下，能够开放教师兼职。专考生表示，部分有硕士学位的教师会选择伫校方同意以后到大学兼课，但是时数会互限制1礼拜，敢若4点钟到8点钟，而且机会嘛真少，阁抢市，问题真歹改善。针对这个问题，教育部伫记者结果进前并无提出回应。记者郭不君、谢桂林台北报道。中国的绿树天安门事件，大学生抗争的运动较侪人听过。毋过，伫1949年，咱台湾的台师大嘛发生过校园的白色恐怖，是号做四绿事件。即马有民间团体甲学生去代志发生的所在，用哪行哪讲的方式，要互大家认捌这段历史。骑脚踏车这呢史上的画面，伫73年前，却因为安尼引发一连串的学生运动。当年台湾大学参成立师范学院有2位学生，因为想在和警察抓起来，甚至受到拷打。2间学校的学生要求要处罚警察。因为我是台师大的，然后其实就连台师大学生也不太了解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台师大这几年也有在办16事件的纪念活动，所以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学生会慢慢知道这件事情。今来大安分局头前，这就是1949年3月20日，学生和警察抓起来所在。随后，学生发动游行抗议，更加发展成做串联全台湾的学生暗会。当时国民政府认为有反政府的声明，伫4月7日，军队入去校园抓学生。即阵有民间团体用走读的方式，带民众哪行哪了解四绿事件发生。透过你家己去行去熟悉这个所在，你才会发现讲原来我生活的这个所在，伊和正经的历史是有关系。我感觉你爱用你家己去行去看，你才会知伊是安怎会遮尔重要。主办单位表示，亲像喜来登大饭店、马场顶纪念公园、6张的墓地，拢是人权地景。望大众透过亲身行踏，一步一步体会生活中的历史现场。记者杨思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以色列有一大社区，拢是大俄罗斯甲乌克兰移民过去的犹太人。这个所在嘛，正关心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事，而且嘛表示愿意帮助难民提供援助。行伫咧路的看到真侪景点，看板拢是写俄罗斯文。这毋是俄罗斯，是以色列中区的城市利尚来西安。才有带真侪来自俄罗斯甲乌克兰的犹太人，拢正关心俄战争。When I was a teenager and someone called me Russian, so I was like, I'm not Russian, I'm from the Ukraine. But it doesn't make a real difference. Okay, I'm actually speaking Russian. My culture is a Russian culture. But today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at war. And this kind of makes it all different. And we need to choose sides. 瑞夫讲，伊还有一个大兄住伫咧俄罗斯，互伊真担心。
伊是1991年甲出来人殖民到以色列，一个国家侪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伫1970年代苏联改道移民的禁令的时阵来到以色列，开始新的生活。俄战争互以色列重新思考过去无愿意接受非犹太的移民的政策。Definitely, we have moral obligation. I'm glad that Israel is now doing it to the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of those Ukrainians who were saving Jew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help them and to give them refuge. As to all the others, and unfortunately there will be millions, we have to participate together with all the world to help them. 以色列是少数甲俄罗斯抑个乌克兰关系拢正好的国家。以色列已经对乌克兰运送100吨的人道物资，也宣布要起一间野战病院。乌克兰也是大约20万犹太人的家园，其中几600人已经走到以色列，接落来应该搁较多。This specific conflict is not about Jews, but it is definitely about the right of people to live in freedom, and it's endangers to the base of the free world. We have to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made in the 90s, and that's what we're doing now. We're collecting money to be part of the process to make Israel a home for these immigrants. 其实，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是伫一个普通苏联犹太家庭大汉，伊有真侪亲戚朋友伫咧大屠杀期间遭受到纳粹的迫害，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即便以去纳粹化的名义入侵乌克兰，看起来更加靠势。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来看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立兹克奖，今年是颁予56岁布吉纳法索的建筑师凯瑞。伊嘛争做这个奖项创立40多年来头一个摕到这个奖的非洲人。伊是运用当地非洲在地材料，起出适合当地气候款的学校、客家甲公共场所，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伫咧基础建设甲资源拢无够的非洲开发中国家，建筑师凯雷去学校、图书馆、医疗中心、公共场所，拢是希望会当改善民众的生活，互因一个舒适的环境。伊利用在地原料结合当地特色，创造适应自然条件的建筑。伊15正做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第1位非洲的得奖者。评审俄罗斯伫咧世界上一寡天然被遗忘的所在，改善真侪人的生活。That everyone deserves quality.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are poor or wealthy. And those has been all my ideas how I can create comfort even for the poor. How can I get the best for my client? You know, for those that can afford, also for those that cannot afford. 凯里伫西非国家布吉纳法索的一个村监督出事，是村内面第一个读书的囡仔，要摕到奖学金去德国半工半读，自木工职业学校升学到必能科技大学。2002年毕业了后，第一个设计就是替家乡监督村起一间学校，因为无预算，伊成立基金会，用黏土、蓝阿门土做砖仔架，价较悬的铁皮厝厝顶，起这间自然通风、免费冷气、国光的学校。学生自120人增加到700人。It was a duty to my people, you know, because I wanted to contribute as a member of that commun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mmunity. And then architecture was what I could use, you know. And so I built a school. 伊2005年伫咧德国必能开的建筑事务所，即嘛已经有21位员工。重要作品包括美国蒙大拿州的塞南艺术中心、马里国家公园等等。2017年正做第一个伫咧伦敦海德公园抓成艺廊设计典型的非洲的建筑师，也得过威尼斯双年展的肯定。严格心内也是挂念非洲，伫贝宁、马里、肯亚、莫桑比克这寡开发中国家拢有伊的作品，创新加奉献得到肯定。I feel I am the happiest man on the planet. 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来关心环境，新佛教的泰国嘛是全世界制造上侪海洋塑胶粪扫的国家之一。即马有2间设计公司甲佛祖结合环保，利用回收的海洋塑胶粪扫摕来做佛祖牌啊，回收再利用嘛提倡环保意识。5花10色的佛牌，放入去敢若是智慧手表的表仔带，就变做装饰品，会让看你的心情经无共款的色水来带。
泰国有业者结合当地正流行嘅佛教信仰加環保理念，設計這種有特色嘅佛牌。โปรเจกต์นี้เราทำงานกันอยู่2เรื่องนะครับเรื่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กับเรื่อง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คราวนี้เราพยายามหาจุดเชื่อมกันระหว่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ไทยกับทำไงให้มันมีจุดเชื่อมกับ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เราก็เลย create ตัวพระเครื่องพลาสติกนี้ขึ้นมา加正侪回收的希望包做一捆一捆，放入去机器内面，经过加热氧气了，伫咧模具内面重新塑形，最後用人工解摕來，小可收一個了，放喺冷水內面降溫。這款佛牌有9種色，代表是用無同嘅塑膠本所做嘅。feedback น่าจะเป็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ว่าชอบไอเดียนะครับชอบไอเดียชอบโครงการชอบไอเดีย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ที่เอารีไซเคิลมาเชื่อมโยงกับเรื่องเวียนว่ายตายเกิดนะครับว่าวัสดุมันหมุนเวียนก็เหมือนการเวียนว่ายตายเกิดการส่งวัสดุไปเกิดใหม่เนี่ยเราจะส่งไปในภพภูมิที่ดีไหมให้เขาเกิดใหม่หรือจะส่งไปในที่แบบไปทำร้ายสิ่งแวดล้อม佛牌佫叫做南傳聖文，起源是伫千萬年前嘅泰國，伫南傳佛教嘅信仰內邊，就敢若是護身符共款，掛喺身軀頂就能得到佛祖甲神明嘅保庇。做嘅材料真濟種，像藥草、廟嘅香灰，有嘅是金屬，有嘅是寶石。這是頭一遍用塑膠本所做。第二展覽會場，除了會當摕現金來捐款，會當摕塑膠本所來換佛牌。I brought the bottles, plastic bottles like drinking water bottles and like shampoo bottles, in total of like 1.8 kilo, to here, like just to get it recycled, make it have a new life. 泰國嘅出家人上經迄佛牌加持，雖然伫咧網絡頂對這種回收塑膠所做嘅佛牌有真濟爭議，不過也是真受少年人嘅雅記。設計公司也講，因為這款環保佛牌嘅所得會關乎社福機構。公司新聞王必文編譯。天氣報你知，今日開始水氣會豆豆變較濟，明仔方面對瓦緊，中部以北有嘅所在攏會落雨，北部高溫出沒16度，若拜三嘅雨水上高，拜五嘅時天氣才會恢復好天。再回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嘅溫度。北部嘅溫度上低是19度，上懸29度。中部嘅溫度上低19度，上懸有31度。南部嘅溫度上低20度，上懸32度。東部嘅溫度上低是20度，上懸27度。外島嘅溫度是16度至27度。感謝上次收看今仔日嘅公視第2台早起新聞，我是鄺興珠，祝您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